有遮儿童主日的囡仔含咱做伙伫遮学了咱的上帝。咱看见因透过因读圣经、带咱祈祷、读启约文，甚至带咱敬拜，学了咱的上帝。拢互咱看见，虽望因年纪虽然阁真细汉，但是因拢真热切，愿意嘛真脚无来到伫上帝面前来奉献因家己。过去咱拢讲家有一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是即马台湾的社会，咱知囡仔是愈生愈少，即马凡世是变做是家有一小，如有一宝。但是咱看见咱的教会有真侪的宝，真侪的宝贝伫咱的教会中。我想这是上帝予咱真大的恩赐，予咱真大的恩典。但是咱嘛看见咱的教会有侪侪的长辈，可能是遮的囡仔的爸爸妈妈，遮的囡仔的阿公阿嬷。不只是安尼，每一个人嘛是遮的囡仔的属灵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所以不止咱有这群细汉的宝贝，咱每一个人嘛是这间教会的宝贝，做伙伫这间教会做伙成长，做伙真做彼此的祝福。愿上帝赐福伫咱早起时的礼拜，特别是这个特别的时刻，咱会当和囡仔做伙伫遮组织。伫咱开始讲到进前，咱去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伫遮早起时，搁一届组织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来到你的面前，互阮通伫遮敬拜学了你。特别阮看见遐有侪侪的细囝，和阮伫遮做伙敬拜，阮的心何等的欢喜。因为这是主你赏赐伫阮教会中上美好的产业。求主你使用遮的囡仔，互因伫成长的过程会当搁较认捌主，伫成长的过程会当搁较经历主你的奇妙，也将今仔早起时的礼拜搁一届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帮赞，也求主你来引带。我咱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平常时，咱拢看咱主日礼拜的时阵，咱无论第一堂、第一堂还是第二堂的礼拜，当咱的成人伫遮礼拜的时，咱拢伫上时，咱嘛有一群主日学的学生，嘛有一群主日学的老师，因伫咱对面教育中心，伊嘛伫遐做伙组织，伫遐做伙敬拜咱的上帝。但是今仔我讲，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平常时咱伫大人的礼拜，咱可能拢足安静、较严肃。但是希望今有遮个囡仔加入，互咱嘛感受到有囡仔的热情，感受到囡仔的活力伫咱的中间。毋知大家敢有印象？你细汉参加主日学的时阵，毋知敢有印象？可能有一个人讲啊，我细汉无参加主日学，因为我是大汉的时阵较细粒，所以我可能无参加过主日学。若是你搁对你细汉的主日学参加主日学有一寡印象，毋知你对教会的主日学上大的印象是啥物？也无论你是啥物时阵加入教会，你对教会儿童的印象是啥物？头前我讲，即马亲像是家有一小，如有一宝。即马咱的教会有遮侪侪的囡仔，不只是第一堂的囡仔，也有第二堂的囡仔，真做是咱教会真好的产业。也是真好的宝贝，互咱会当搁一摆来思考。过去我细汉时伫主日学，嘛是有一群安尼看，嘛有老师，嘛有遮的哥哥姐姐，安尼甲我引带。到即马我看见遮的囡仔，看见遮的主日学学生伫遮的时，我嘛会当为因来做啥物？互因伫成长的过程，嘛会当感受到这份信仰所带来的美好。今日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这个主题，叫做囡仔国、上帝国。有时阵咱拢想象上帝国可能拢是真严肃，还是伫上帝国爱是一个爱有某一寡条件，敢若会当入去到上帝国。但是咱今仔所看的经文，耶稣所讲爱入去上帝国，爱亲像囡仔共款。所以咱想象，喂，上帝国其实亲像囡仔国共款。上帝国应该是非常的热烈，非常的热情，真正是非常亲像囡仔安尼单纯。但是伫咱看的经文，耶稣随便安尼讲，讲囡仔
爱亲像囡仔，才会当入去伫上帝国。但是伫耶稣迄个时代，耶稣迄个时代的囡仔，互人是看做是上软弱，而且是无任何帮衬的一群人。和咱即马所看见的囡仔讲，哇，即摆囡仔拢足古锥的，拢足单纯的，和咱即马所想象的无共款。伫耶稣的时代，因认为遮个囡仔是无任何的作用，遮个囡仔是非常软弱的。但是耶稣讲，就是因为有遮个软弱的需要帮衬的人，耶稣讲上帝国是小伫因的。虽然圣经的时代，因认为遮个囡仔是无任何的帮衬，而且是软弱的。但是趣味的是，咱看圣经的时阵，圣经内面却出现超过1200解讲到囡仔的代志。耶稣的生涯嘛，侪和囡仔有关系，而且囡仔的主题嘛，和上帝的祝福有真大的关系。所以，虽然伫迄个时代，伫耶稣的时代，伫圣经的时代，看遮个囡仔，敢若是遮个囡仔屁啊，袂当做啥物，无啥物会当对因的民族有大的贡献。但是咱看见圣经，看见耶稣所做的，看见耶稣甲因祝福，看见圣经侪都是为着囡仔伫祝福的。伫即马，伫现代，咱嘛做伙思考，会当安怎为着咱的教会，为着咱的囡仔，嘛为着咱的社会来为因祝福，为着咱的后一代，为着因来祝福。所以，今日要做伙透过这个圣经节。咱搁一摆来思考，上帝国是安怎？囡仔国是安怎？要安怎来祝福咱的后一代，祝福咱的教会？第一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带领引带这个细囝，伫耶稣所看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带领引带这个细囝，伫耶稣的眼中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咱拄所看的经文，咱搁一摆来看。有人带囡仔到伫耶稣遐，爱伊甲因换手祝福，但是门徒甲因责备，耶稣看到真生气，对门徒讲：，互囡仔来我遮，毋通甲因阻挡。耶稣就甲因抱，换手甲因祝福。咱看见有老爸老母带囡仔来到伫耶稣的面前，但是这门徒看见这爸母带囡仔来，因第一个反应是啥？哦，袂使。耶稣即马咧讲话，耶稣即马咧讲道，袂使，莫来交叉耶稣。但是耶稣的反应是啥？耶稣甲因责备讲，毋通禁止因，互遮个囡仔来。我想伫即个经文，虽然咱可能拢真熟啊，但是嘛，互咱搁做伙来思考。伫咱看见这是对耶稣来的命令，这是对耶稣来的命令。耶稣讲，耶稣。看到这项代志，看到门徒禁止这个囡仔、这个细囝来到伫耶稣面前，耶稣第一个反应是真生气。耶稣真生气这项代志啊！因责备讲：，互这个囡仔来我遮，为啥你甲因阻挡？为啥你阻挡这个囡仔，无爱互这个囡仔来领受我的祝福咧？其实咱看圣经，真少看到耶稣有生气的记录，真少。咱想象耶稣拢是一个非常有慈爱、有疼心。拢关怀遐需要的人，咱真少看到圣经咧描述讲耶稣起生气，足少看到的。但是伫遮咱看见耶稣生气，而且是对伊的门徒生气，代表讲耶稣迄时阵非常无欢喜。为啥无互囡仔来？为啥无互囡仔来到伫耶稣的面前？耶稣讲，互囡仔来我遮，这是耶稣非常重要一个命令，互囡仔来到我遮。有时阵咱拢会想象，咱拢会想讲啊，当我的囡仔开始大汉啊，我的囡仔开始大汉，特别是为国小要到国中的时阵，甚至有人开始伫国小的时阵就咧想啊，我的囡仔敢会对袂着别人？即摆的竞争较大，我的囡仔敢会对袂着别人？拜一到拜五上课，应该无够。礼拜六应该去上一个才艺班，礼拜六应该去上一个补习班。互我的囡仔会当更较厉害，但是耶稣讲，毋通阻挡囡仔来到伫耶稣的面头前，毋通阻挡囡仔来到伫耶稣的面头前。确实，
伫这个社会上，伫学校内面爱学习的能力非常的重要，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但是，更较重要的是，互囡仔伫伊伫非常细汉的时阵来亲近耶稣，来明白这个真正的智慧是更较重要的。互囡仔伫细汉的时阵会当明白伫这个真正的智慧是更较重要的。人的聪明、智慧，人的才能、人的能力，会当慢慢学习。会当慢慢来磨练，但是明白上帝的智慧，明白这个信仰，是更较重要的代志。囡仔的成长只有一届，但是可能伫这囡仔成长一届这个机会，可能若选择无共款，可能就互因无法度通了解什么是信仰水甲美好的所在。所以耶稣伫咧伊讲一样代志，互囡仔来我遮。咱看见这是耶稣的命令，互囡仔来到我遮。第二，咱看见耶稣嘛讲，爱引带正确的方向。耶稣讲，互囡仔来我遮，毋通甲因阻挡。咱头前看的经文是，这的父母带囡仔来到伫耶稣的面头前，所以咱看见这的父母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啥物？伊引带这囡仔来到伫耶稣的面前。这的父母，这阿公阿嬷。带因的囡仔，带因的孙仔来到伫耶稣面前。咱看伫台语的圣经，伊讲，互囡仔来我遮。国语讲，让小孩子来我这里。这个互囡仔也是让小孩，原文的意思讲温准，互这囡仔都互因来吧。爸母恁就将因带来吧，带来到伫耶稣的面前吧。但是囡仔虽然耶稣讲温准，会当来拢来，但是上重要的是爸母会敢有引带这囡仔。爸母敢有引带这囡仔，敢有互因通会当来到伫耶稣的面头前。第二个重要的是，带囡仔来到耶稣的面头前，毋那是带因来到伫教会尔，更较重要的是伫咱的厝内，伫咱的家庭，咱敢有引带咱的囡仔到伫上帝的面头前。毋是只有带来教会，带互咱的主日学的老师，带互咱的主日学的校长。更较重要的是，咱敢有引带咱的囡仔。引带咱的孙仔，引带咱的细囝，互因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代志。第三，耶稣嘛讲，咱嘛爱互因有一个生命的祝福。耶稣看恁这囡仔来到伊的面头前，耶稣做一项代志，耶稣甲因抱，欢手甲因祝福。耶稣看见这囡仔，伊欢手甲因抱，而且甲因祝福。伫以色列迄个地区。因有一个文化，就是当每一当囡仔生日的时阵，囡仔每一当生日的时阵，因的老爸老母因特别会将因的细囝带到伫这个非常有名出名的老师面前，来请这个老师来接受，来互这个老师来祝福因的囡仔。虽然看见这个经文，可能嘛是有侪的老爸老母看见哇，耶稣是一个真好的老师。所以因带因的囡仔、因的细囝来到伫耶稣的面前，希望耶稣来甲因祝福。咱看见耶稣看到这个细囝来，耶稣嘛做一项代志，将因揽嘞，将因揽嘞，而且甲欢手，甲每一个甲因祈祷，甲因祝福。咱看中文华语的版本，伊讲耶稣一个一个甲因摸，而且甲因祝福。无论咱看多台语讲欢手，还是看国语讲一个一个摸，实际上就看见耶稣一个一个看见每一个细囝，一个一个欢手，一个一个伫因头伫欢手伫因的身躯为因祝福。而且耶稣讲甲因祝福，这个祝福伫原文的意思，毋那是一届祝福尔，耶稣毋是讲祈祷一届就结束啊。这个祝福是无停止的，这个祝福是无停止的祝福。耶稣看见这细囝，看见这囡仔来到伊面前，耶稣为因祝福，而且是不断为因的祝福。咱看见咱的细囝，看见咱家己的孙仔，甚至看见咱教会主日的囡仔，咱敢有不断地为因祝福，敢有不断地为因祈祷，敢有不断地看见因的需要是啥物？特别咱看见细囝的时阵。特别看见细囝是有时阵，咱拢会家己安怎，拢会家己蒙头啊，真古锥啊，真乖。
有时阵咱这个蒙头的动作，家己伫建立关系，嘛亲像这个圣经在咧讲啥？在甲因祝福啊！哇，你真古锥！哇，你真敖，你真好。咱敢有常常伫甲咱的细囝，咱敢有常常甲咱的孙仔、甲咱的囡仔、甲咱主日的囡仔甲因祝福？敢有常常伫甲伊鼓励？所以不只是互囡仔来到遮，不只是互囡仔来到伫耶稣面前，咱嘛要引带因，咱嘛引带因，互因通了解什么是因通选择的。上重要的，咱嘛爱不断为因祝福，亲像耶稣所为遮的囡仔所做的，毋是祝福一概念就结束啊，是不断为因祝福，不断为因祝福，不断为因祈祷。今年22章第6节，伊讲教导囡仔行合意的路，因到老拢袂歪斜。今年安尼讲，教导囡仔行合意的路，因到老拢袂歪斜。当咱教导咱的细囝，教导咱的囡仔，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因一生会当遵循的道路？我想伫因的生命开始有无共款的转变。我想伫因的生命开始有无共款，互因通了解这个信仰对因来讲有偌么重要。第二个要大家做个分享的是，耶稣嘛讲，活倒转正做是囡仔，这是进入上帝国非常重要的代志。耶稣讲，活倒转变做是一个囡仔，这是正做进入上帝国非常重要的代志。咱拄仔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甲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伊讲，我实在甲恁讲，人若无亲像囡仔，安尼才受上帝国，绝对袂当入去。马太福音18章3节到4节，我实在甲恁讲，恁若无改变变做亲像囡仔，绝对袂当入天国。所以人家己谦卑亲像即个囡仔，即个人伫天国就是上大。咱人无法度去变做囡仔。用咱的年纪来看，用咱的身体状况来看，是无可能的。当人一出世开始，就渐渐一直爱成长，无可能变做是囡仔。但是耶稣咧讲啥？耶稣讲上帝国亲像是一个囡仔共款。耶稣讲上帝国亲像是一个囡仔共款，充满囡仔非常单纯、谦卑的本性。耶稣讲伫上帝国是属于安尼的人，所以耶稣咧讲。上帝国毋是只有囡仔，这个年纪会较属伫上帝国，是属伫每一个你愿意有囡仔的本性的人。耶稣讲欢迎你，欢迎你来到伫上帝国的国度。上帝国嘛是在指讲咱每一个人愿意将家己的性命，互上帝来正做是中心，愿意顺服伫上帝的旨意，甲上帝的带领。所以耶稣讲的活倒转亲像是囡仔。但是啥物叫活倒转亲像囡仔咧？第一个，咱看见囡仔有一个真水嘛、真美好的一个特质，叫做因常常是非常单纯，也非常愿意信任的瓦克。囡仔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是因拢有一个非常单纯，而且是愿意相信、佮接受的心。囡仔有一个特色，拢非常的单纯，愿意相信、愿意接受的心。我想囡仔因要成长的过程，因无可能我靠家己，因为幼儿阁诚细汉，无法度家己生活，所以因必须爱我靠爸爸妈妈，爱我靠阿公阿嬷，因才有法度来成长，才有法度来大汉。我想囡仔有一个非常好，而且是非常水的特质，就是因真单纯在我靠，因也真单纯在信任。有时阵，当咱年纪渐渐大汉的时阵，咱所倚靠、咱所信任的，可能已经毋是咱的时代，可能毋是咱的厝内的人。渐渐咱愈来愈大汉，人捌愈来愈侪的时阵，咱所倚靠、咱所相信的，有时阵嘛毋是咱的信仰，毋是咱的上帝。有时阵倚靠的、所相信的是我相信家己所想的，相信家己的经验，相信家己所做过的代志。有时阵咱袂记得爱单纯、爱信任、爱倚靠，迄个咱通倚靠的。啥物是伫咱的生命上大通倚靠的？就是这位上帝。耶稣讲，亲像回倒转，亲像囡仔，单纯，亲像囡仔会当信任、
亲像囡仔会当通找到倚靠的一个对象。第二耶稣嘛讲，遮个囡仔因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质，是因认为家己是不足的。认为遮个囡仔，耶稣一个就是讲，遮个囡仔认为家己不足，会谦卑。其实伫马太福音段所读的迄个经文的头前，咱今日无读到。为什么耶稣会讲这段经文是耶稣的门徒因咧冤家也伫冤家一项代志？因在想讲，哇，耶稣10个门徒，那10个门徒对一个门徒才是上大的，对一个门徒才是上好的，所以这个门徒就不断彼此在讨论这项代志。所以耶稣在甲因讲，耶稣在甲因讲，着爱谦卑落来，亲像囡仔。耶稣讲，恁着爱活倒转，爱变做是囡仔的款式，才有法度入去伫上帝国。其实活倒转用较白话的讲法来讲，就是活过去，转身活过去。耶稣咧讲，这门徒因敢若是行毋着道路啊。耶稣咧讲，这门徒敢若是行一个无共款的方向，因为认为家己是上大的，因为认为因家己上好的，因因的眼中无法度无法度看到别人，伊的眼中只会当看到家己尔。耶稣看到这群看起来非常成熟的门徒，甲因讲一项代志，必须爱摆除骄傲的心，才有法度谦卑来。耶稣甲这个门徒讲：，恁必须爱将这非常骄傲，只有看到家己的这个心放落来，恁才有法度去学习谦卑落来。耶稣讲要亲像囡仔，非常重要有两个特质，第一个是爱非常单纯信任，而且爱放落家己，看见这是真正是不足。佮有真侪爱学习，侪爱不断去成长的所在。其实，拄我所讲的这个特质，伫咱的教会、咱的儿童主日学常常会当看见伫这个囡仔真正安尼表现出来。因真是足单纯，因真正是足愿意信靠，也真愿意谦卑落来。因为因知因无法度，因为因知因犹原阁细汉。当每一届主日学要做伙上课上了时阵，囡仔因老师拢会带囡仔做伙祈祷。大概要带囡仔祈祷的时阵，拢会看见这个囡仔，因非常的认真，看见这个囡仔非常的单纯，看见这个囡仔非常的脚步，伫遐做伙祈祷，向上帝求讨。我看见哇，大概看见伫主日学，看见这个囡仔所做的一切，拢会想哇，上帝国真正伫遮。看见一群囡仔伫遮愿意认捌上帝，看见一群囡仔伫遮愿意回应上帝，我看哇，真正是真水的一项代志。上帝国属伫遮的人，属伫遮愿意非常单纯，非常愿意信靠，属伫非常愿意谦卑的一群人。一开始我问讲，大家毋知敢有印象？你细汉的时阵，你参加儿童主日学的印象，还是你细汉你伫教会出入的印象？毋知伫你细汉的时阵，你对你囡仔的印象，还是对你参加主日学的印象是啥物？中迄个是我，应该看会出来。迄个穿红衫，迄个是我吼。印象中细汉的时阵。我的主日学的生活，拢伫我阿公还未退休进前，的那边教会所经历。所以我细汉的时阵，就伫那边教会的主日学大汉，一直到我国中的时阵，来到伫富强教会。伫细汉的时阵，我对主日学上大印象就是，每一届去主日学，每一届去主日学，我拢足期待的。大概去主日学，我拢足期待。我拢足期待，这礼拜会当听到什么款的故事？这礼拜我会当听到什么款的歌？这礼拜有什么款趣味的物件会当来佚佗？虽然有时阵，咱看见你这个相片吼，这个，你看边仔囡仔拢有笑容吼，我无笑容，就是因为有时阵主日学的囡仔拢会叫去表演吼，拢会叫去表演吼。对当时囡仔的我足无爱就台表演吼，讲话唱歌拢足无爱吼。
好，虽然有时阵主理嘛是会拄着遮个代志吼，就是爱去唱歌去表演吼。但即摆回想起来，其实主理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成长过程非常信用经历的过程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毋知过去你的主理还是伫你细汉的时阵，你拢经历着啥？还是伫咱的教会主理的囡仔，你所看到啥？其实伫咱的教会有真好的主理的传统。伫咱的教会有真好主理的传统，其实伫咱头前拄啊唱歌的一寡爸爸也是妈妈，因细汉的时阵嘛参与伫咱教会主理的。最近教会开始咧有一寡相片的整理吼，因为咱要迎接50周年，所以就找去过去一寡主理的相片。毋知这个相片1998年吼，1998年吼，毋知你敢有伫这个相片内面吼？你毋知敢有参与伫这个主理内面，还是你是其中的一个细囝伫这个内面？吼，毋知你敢有伫内面吼？1999年吼，1999年的主理的夏令营吼，毋知你敢有伫参与伫内面，还是你的细囝、你的孙仔有参与伫内面？这个毋知是对一档的主理啊吼，但是咱看见咱的教会一直以来拢有侪细囝，有侪主理的老师伫遮做伙参与，或者囡仔会当感受到上帝国。这是今年7月拄啊结束的夏令营，咱看见不管是为20当30当前，到伫即马现今，咱的教会依然拢有侪囡仔参与伫遮，咱的教会拢有侪无共款的活动，互囡仔通伫遮，互因有成长的机会，互因有通学习的机会。我毋知看到这个相片，敢会互你回想起这个相片内底一寡人，回想起你相片内面的一寡代志，甚至是互你回想起你细汉。我讲你可能细汉伫主理的时阵，还是细汉你有伫教会的经验。毋知你对这个印象有偌济？毋知你敢搁记着偌济？今晚我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来做一项代志。咱今日你来伫教会礼拜堂的时阵，咱看见伫咱两边的条啊，看伫咱边仔的壁，有搭侪囡仔因家己画家己的相片。咱看见边仔有侪囡仔因画家己的相片。这个相片，囡仔画这个相片。为了因即马的模样，其实嘛为了因即马因参与伫主日学因所表现出来的模样。这囡仔因所画的每一个图，因的自画像，反映出因即马囡仔的纯真，反映出因囡仔即马的单纯，也反映因即马伫主日学的模样。但即马上时，我慢慢邀请咱的兄弟姊妹，既然咱今日讲上帝国是属伫亲像囡仔的人，我即摆邀请每一个人，你来开始回想一下，互大家开始回想一下，你的囡仔的时代，你参与伫主日学的时阵是啥物款的模样？伫咱今日的周报内面，咱应该拢有贴一张白色的纸，对无？伫咱的周报内面，毋知大家敢有看到？你的周报内面有一张白色的纸。这张白色的纸要做啥呢？等下咱有一段时间，互咱做伙来回想一下。囡仔，你主日学的时阵，你细汉伫你囡仔的时阵，你的模样是啥物款？你嘛会当画落来，你细汉对教会的印象是啥物？但是你可能嘛甲我讲，我可能无参加过主日学呢。我嘛要邀请你，你通写落，你对教会儿童的期待是啥物？你对咱教会儿童的期待是啥物？所以咱即马有一段时间，咱做伙嘛来回想，咱嘛做伙来思考，嘛做伙来画。那你若不要画不要紧，你通用写的，写落你细汉你的印象，写落你对教会，你细汉对教会的印象，对你细汉你家己的印象，也当写落你个咱教会儿童的期待是啥物？所以咱即马恁手中应该每一项拢伫你的周报内面有一张纸。你若无，你通举手，咱边仔咱的老师会将这个纸来摕互每一个来摕互需要的兄弟姊妹。你若无早毕的话，
咱的老师伊嘛有炸笔吼，伊嘛有炸笔吼，因你若无你通举手，哦，因会将这个笔来发互咱每一个人。当咱完成了后，当然你已经画了，已经完成了后，我要邀请你将你所画的也好，你所写的也好，你会当行到台前，将伊搭伫台前。我邀请你，当你写好的时阵，也是当你画好的时阵，你会当将伊摕来头前，来搭伫头前的这两块房仔顶面。你通像你细汉的时阵，迄个模样甲画落来。你嘛通像你细汉伫教会印象，参与主日也好，夏练也好，音乐班也好，你对教会细汉的时阵的印象，你若不要画，不要紧，你要用写的，要用写的吼。你嘛通写落你对教会儿童的期待是啥物？伫国内兄弟姊妹，因为你要落来较无方便，所以你当你写好的时阵，你会当找恁附近的条啊，也是后壁的壁，将伊搭伫顶面。当你完成的时阵，你会当搭伫恁附近的条啊，也是你搭伫恁后壁的壁嘛，不要紧。耶稣讲，若无改变变做是囡仔，就无法度入去伫上帝国。耶稣讲，若无法度是变做是一个囡仔一样，就无法度进入伫上帝国。上帝国亲像是囡仔一样，遐尼款的单纯，遐尼款的谦卑。嘛，可能兄弟姊妹佫一摆思考，我囡仔的时阵是安怎？我会当安怎做？我会当安怎改变？嘛会当佫一摆恢复，亲像我细汉囡仔的时阵安尼款的单纯，安尼款对上帝信任，对上帝倚靠。你若完成，你若画了吼，你会当将这个你所写，是你所画吼，会当摕来搭伫头前这两块板仔顶面。
如果旁边的小朋友还想要再画一张自画像的，也可以啊，只要你们画过一张了。啊，第五来兄弟姊妹，我邀请你若会使，你愿意嘛会当行落下骹踏嘛是会使吼。啊，若是无方便不要紧，你通搭伫迄边的条啊，还是搭伫后壁的墙嘛不要紧啊。OK。好，搁互大家几分钟的时间，你嘛会当来想吼，会嘛会当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伙思考，来做伙想。你会当安怎来活倒转，亲像是一个囡仔共款吼。虽然咱已经拢是大人啊、成人啊，但是咱会当安怎来活倒转，会亲像一个囡仔共款。为了水，为了歹，不要紧吼，因为咱等下无要评分吼。但是你通画出你认为你囡仔的模样，因为迄是属伫你家己的吼，属伫你家己。
告大家几分钟的时间，若是你真正还未写了，还是还未画了嘛，袂要紧。等下这两地房仔游玩会放伫拜堂的头前吼，你等下若有时间礼拜结束，你游玩会当将伊带伫头前吼，会当游玩带伫头前。好，你若是还未完成，不要紧。我讲会当等礼拜结束的时阵，你会当等下再来搭伫头前。在咧画的过程中，我伫看到一寡兄弟姊妹，因咧画的过程在互相咧欣赏，在互相咧欣赏对方画着什么款的模样。我看见有人在互相分享的时阵，面非常有笑容。看见面非常的笑容，真欢喜在看对方画着啥物。伫迄时阵，我嘛亲像看到哇，有一个和囡仔同款单纯的心，和囡仔同款有一个非常欢喜的心。咱伫台仔前有侪侪无同款人所画你细汉对教会的印象，也是你对主日学的印象，也是你对教会激动的期待。像是伫咱的教会后面嘛，有咱即马的儿童因所画落来家己的模样，因家己所看家己的款式，无共时代的囡仔，无共时代的款式，但是拢犹原有共一位上帝。无管时代的囡仔，无管时代的主日学，拢犹原是有一位上帝，拢犹原有囡仔的款式，拢有上帝国的同在。所以，像兄弟姊妹，当咱画咱家己的模样，特别是画咱囡仔的模样，甚至是为了咱对写了咱对教会激动的期待，也搁一摆互咱来思考，我会当安怎嘛亲像这个囡仔同款，遐尼款的单纯，遐尼款的愿意来挖课。最后要和大家来分享，耶稣看重要的代志，就是当咱服侍接待这个囡仔的时阵。互咱搁较经历信仰的重要。当咱接待服侍这个囡仔的时阵，互咱搁较看见信仰的重要。咱最后看见经文马太福音18章第5节，耶稣讲：无论什么人为着我的名接纳这款囡仔，就是接纳我。耶稣讲：无论什么人为着我的名接纳。这个囡仔，这款囡仔就是接纳我。我想当咱接待囡仔的时阵，就亲像在服侍上帝同款。当咱引带囡仔来到上帝面前，互一个囡仔通认捌伫这个上帝，接待这个囡仔，鼓励伊、祝福伊的时阵，也亲像咱在服侍接待咱的上帝一样。咱知咱照顾囡仔，特别是拄出世的囡仔。咱拢知影开真侪的时间，开真侪的体力爱去照顾伊。但是当咱咧照顾囡仔的时阵，咱敢会想讲啊，我照顾这个囡仔是为着我以后伊大汉要来回报，要来互我有得到好处的。通常是袂，通常咱看见一个囡仔需要照顾的时阵，咱就愿意开时间去甲照顾，咱就愿意用咱一切能力，互这个囡仔通大汉起来。就亲像咱咧服侍上帝同款啊！
咱咧服侍上帝，咱嘛袂讲啊，上帝我服侍你，是因为我要得到什么款的好处？上帝我服侍你，是因为我想要得到什么物件，所以我才来服侍你。耶稣讲接待这款的囡仔，就亲像伫接待我共款。当咱接待咱每一个囡仔，无论是咱主里的囡仔，还是你服侍你家己的，服侍你家己的囡仔，服侍你家己的孙仔。咱拢分享清楚，毋是讲要为因身躯顶面得到什么款的得到什么款的利益，毋是。所以耶稣嘛讲，用这款的服侍的态度去做服侍，去接待任何的人、任何的代志，也等于是接待耶稣。因为耶稣嘛是同款，无求任何的利益，伊嘛是去看顾、去关怀遐卑微。需要关心亲像囡仔的人一样，所以当来接待囡仔的时阵，服侍这囡仔的时阵，实际上嘛亲像在服侍上帝共款。咱嘛真愿意奉献出咱家己的一切，亲像照顾咱家己的囡仔共款。最后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看重这囡仔，也亲像在认捌上帝一样。咱在每一个囡仔拢有无共款的个性，每一个囡仔拢有无共款的模样，生了无共款，个性嘛无共款，意爱的物件嘛无共款，成长的方法嘛拢无共款。但是伫这个过程，当咱伫接待这个囡仔和这个囡仔斗阵的时阵，咱嘛看见上帝伫每一个囡仔的身上有一个特别的计划，伫这个囡仔身上也看见上帝有特别的心意伫咧因的身上。咱嘛透过看重这个囡仔，无论是教会囡仔，是咱家己的囡仔，咱嘛做搁一摆认捌上帝，看见哇，上帝的创造偌么奇妙，上帝伫这个囡仔的生命的计划有偌么伟大。我想当咱愿意接待这个囡仔，服侍这个囡仔，接纳这个囡仔来到伫咱的教会也好。伫咱的家庭也好，我想这种是一个非常水、非常重要的代志。今日是儿童的主日，儿童主日2的主日。互咱搁一摆来思考，咱教会安怎来帮助这个细囝？咱的教会安怎来引带这个细囝？咱的教会安怎来，互这个细囝伫因，搁伫细汉的时阵来认捌着这个信仰？嘛搁一摆，互咱来思考，不只是这个细囝，咱嘛拢诚做是细囝过。咱会当安怎搁一摆，亲像这个细囝共款，汉一款的单纯瓦靠，互咱的教会真正是诚做是一个上帝国。互咱的教会真是真对是一个囡仔国，真做是一个上帝所喜爱的所在。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也愿上帝特别祝福伫咱每一个细囝，祝福伫咱每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咱做伙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咱做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圣诗502首。